什么会吼？所以来介绍头前个代志。今日讲今日的经文是38章吼，38章。啊，头前30几章是咧创啥？哦，前面37章吼都在讲什么东西？就是除了描写约伯这个人受苦的部分了后，开始有3个人，伊的好朋友，以利法、比勒达甲所法，以利法、比勒达甲所法，3个好朋友本来是要来安慰约伯的，啊，说起冤家对无？起冤家什么货？这3个人有无共款的角度，啊，毋过咱讲一件代志吼，一件代志，我就把它浓缩成一句话。在这三个人在甲约伯要讲什么代志？讲约伯啊，你即摆遐尼凄惨吼，你一定是安那？对去得失着上帝啦吼。你甲30几章吼，你甲归纳起来，因就是你讲即句话那尔啦吼。那约伯安怎回答？我都无啦，吼，我无得失上帝啦。啊，即摆了，这3个人讲啊吼，无法度说服约伯吼，点无出声，搁一个人走出来，以后这人走出来，一个少年人走出来吼，啊，伊嘛是甲约伯来对话吼，啊，伊讲啥物话？伊讲2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伊对约伯迄3个朋友讲一件代志，讲恁3个吼，伫边仔看哪学咧？学谁？我啦吼，我安怎甲恁讲吼？恁3个笨桶来，即个小代志啊，无法度互约伯降服伫上帝面头前吼。啊来，我讲互恁3个听，约伯，你毋通一直认为你家己无罪啦。哦，上帝是。这伟大吼！你今日会拄即款代志吼，你毋通一直讲你家己是清白的。所以其实伊甲头前3个讲的啥，嘛是共款吼。啊，即马了，就是刷来咱今日的经文吼，就是好多人有念过吼，就是迄时耶和华对大风的中间应约伯讲，当。一个用无底的话，互所议论的无明是一罪啊！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恁中间是啥物人？互迄个本来是迄个议论好的议论，那种无明去啊！倒一个吼，耶和华上帝咧问啊吼！即马耶和华上帝就对约伯讲安那？讲你爱亲像下药，亲像大丈夫。哦，我要问你，你伫安那？你爱应我？我问你，你爱应，吼，接下来吼，对38章对即句话了后，一直到39章、40章到41章，啊，搁42章的头前几节，耶和华上帝总共问70到80个问题。啊，有的话毋是用问句问的吼，看起来不是问句，啊，毋过嘛是咧问吼。那安尼加入面至少100个问题吼。耶和华上帝对约伯讲100个问题，包括什么？天文地理吼，生物界吼，植物、动物啥物，哩哩啦啦，足多吼，100几个问题吼。啊安那？约伯安那？无一个会当回答的啦。吼，譬如讲，就是讲，咱今日38章、34章、34节，才伊讲，你会出声叫魂，互水做掠砍你吗？你敢做会到？吼，你会发出四呐因就去，对你讲，阮伫遮。啥物是四呐？哦，闪电吼，恁拢知哦。吼。敢若我毋知吼，好，因着对恁讲，阮伫遮，我看到阮伫遮，很有感受呢。阮兜囡仔3个细汉的时阵吼，我拢甲教哦，爸爸妈妈若喊你的名吼，咱若喊囡仔的名，恁囡仔伫房间伊会讲啥？我讲陈玉凤，伊会讲啥？哈，
冲啥啦，对不？他在房间说冲啥，我拢袂使。恁三个听清楚，爸爸妈妈若喊你的名吼，你要紧撞出来，讲我伫遮。吼，所以讲哦，阮伫遮，我正经来啊，我伫遮吼。好，讲你有法度无啦？360讲，一嘴用智慧下伫内面，一嘴想事聪明伫心内，一嘴用智慧算魂的数额。你有法度无啦？算魂的数额，吼，一嘴话拼天的本，就落雨啦吼。迄时真爱要正做土糜，土就结规长。你有互某的婿拿着食米，拿着食米。哦，掠着食米，也可以拼这样子，吼，掠着食米，互西亚顿食饱吗？伊讲，我囝上帝哀求，无通食飞来飞去的时，一嘴为蚵仔闭慢食米。所以不管是天文地理甲生物界，问耶和华上帝问100个以上的问题，伊无法度回答啦。所以这个根本是要创啥？今日敢若两段，我讲吼，今日敢若38章的两段。耶稣讲的不是耶和华讲的不是安尼，伊是为38章39、41甲42章，搁头前搁有一段，拢咧讲同款这话啦，较多念类似较多这问题。根本是要表达什么货？上帝100几个问题，问这是要创啥？你敢知影到42章，上帝问了后，约伯讲什么话？你知无？约伯嘛讲一段条件的话吼，毋过上节的话，就是咱约伯记吼上说的一句话，知影什么话无？约伯讲什么话？我前耳孔听见你，打我的目睭看见你，所以我家己厌恶，伫真爱甲欺负的中间反悔吼。我家己厌恶，今日的题目吼，我自己厌恶我自己吼。伫希伯来文内面嘛会当翻做讲，我家己要甲我讲过的话安那收转来吼，嘛有即个意思吼。就是讲，当耶和华问100几个问题了后，约伯的反应是安尼啦。即个反应是讲这文雅对无？若要用咱即马较通俗的话讲，就是莫阁讲啊啦，莫阁讲啊啦，吼，我拢毋知啦，莫阁讲啊，我毋对，吼，我毋对，当作我无讲，当作我无问，吼，莫阁讲啊，莫阁讲啊。所以到底这100个问题，耶和华所问的问题是有啥物效果？你知无？耶和华上帝是要讲啥物话？会讲啊好，约伯讲莫阁讲啊，莫讲啊，算我毋对，我毋对，我厌恶我家己。来问各位兄弟一个问题，咱定定会去互问的，吼。各位兄弟，咱上帝是毋是万能的上帝？是毋是啦？讲啊无咱无呢？是毋是万能的上帝啦？是吼。若是的话，即个上帝敢有法度创造一个石头，伊家己举袂起来？无法度，无法度。你讲伊万能？哈？上帝有法度创造一个大石头，大到伊家己举袂起来的石头，有法度无啦？有哦。有就表示伊举袂起来，举袂起来，你阁讲伊万能？到底这个问题你要安怎回答啦？是他的问题。他的万能不是我们想象的万能。毋过就创造一个石头，安尼遐简单的代志做袂起来。来，先问大家兄弟另外一个较好回答的问题啦吼。我
好多无立出来，是嘞，啊，另外一个比较好回答的，上帝有法度伫一个平面吼，白板、黑板吼，一个平面顶面，啊，甲你画一个圆的三角形无？有法度画出来无啦？会啊，袂啦。上帝画出来袂啦？会。嘿，咱去现场就讲出答案了。当然是会当画出来啦，啊，佮画了你安怎？你看无啦？画出来袂？有一点信心，你们对上帝有点信心好不好啦？画出来袂啦？会啦，啊，佮画了你安怎？你看无啦？人看无表示上帝画袂出来吗？不是啊，所以来转来好多迄个问题，刚刚那个问题，上帝有法度创造一个伊家己压袂起来的大石头袂？会袂啦？当然是会啊！啊，伊做了吼，你看你嘛想不通，现在是什么状况啦？知我咧讲啥无？有的人有盖子人回答说啊，这个问题是矛盾的问题啦，不回答你，矛盾的问题不回答你，太小看上帝了。有没有听懂我意思？你伤过看轻上帝啊？上帝一定有法度做这的代志，啊，毋过做了你安那？你无法度理解即摆是啥物款代志啦。佮转来好多个问题，约伯100几个问题。约伯拢无法度回答，上帝遮个100几个问题是要问来创啥话？搁下这亘古以来吼，对古早到今嘛，人常常犯一个错误，咱无法袂介清楚，不会很明显的知道迄个错误的是，咱拢掠做咱人会当安那明白一切。咱掠做，咱有法度明白一切，所以你若甲我讲，我就安那，我就听有啦。是安怎我会受苦？各位兄弟，上帝，你甲我讲，我是安怎会受苦？你若甲我讲，我就安那，我就当了解啦。啊，毋过即个时阵，耶和华上帝问100几个问题，是要互约伯知影啥物代志？耶稣要啊，约伯讲啥物？讲约伯啊。那遮个问题，我问100几个问题，你拢无一个问题会当理解，拢无法度听有我咧讲啥。你是倒位来的信心？你听有我要甲你讲，你是安怎受苦的理由？我有讲清楚无？我对我的台语无啥信心。我安尼讲有讲清楚无？耶和华意思是讲，我问的问题遮100几个，你若拢听无，无法度甲我应答。安尼，你即马要问我是安怎你会受苦？我若甲你讲原因，你敢听有？所以，毋才会轮到约伯讲安那。其实约伯要讲迄个有名的话，进前伊不记啦。好，伊讲啥物话？约伯讲：我知你万事拢为你的旨意，拢袂阻挡着。即个无知来看捌所议论的是一罪啊！所以我有讲出我所无明的，就是我所想袂出的奇妙，我所毋知的。求你听，我要讲，我问你，你应我，好。所以约伯其实已经回答上帝了。其实约伯他听懂了，伊知影上帝是安怎要问100几个问题的原因啊。约伯知影，就是讲上帝啊，我即马知影啦。你若甲我讲，我受苦的原因是啥物货吼？我嘛安那，我嘛是听无啦。所以我的问是毋对的，我这样问是不对的啦。约伯知道了，伊讲我知影。我安尼问你是，我也唔对，我不应该安尼问，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问法哈。所以其实约伯记伊在处理的问题不是苦难的问题啊，
约伯记不是在处理苦难的问题，咱最人拢掠做讲约伯记是咧教人苦难的问题，其实迄毋是重点，重点是遮约伯记是要颠覆吼，伊是要对付迄个神议论。什么叫做神议论？简单来讲吼，最原型简单来讲是什么？就是上帝是公义的、善良的，吼，这是第一个要件。上帝是公正、公平、正义、善良的上帝，伊甲罪是无关系啦。吼，第二个因果定律，吼，就是你若做好就有好的报应，你若做歹咧，就得到歹的结果，吼，上帝会惩罚。好，这个是神议论最简单的一个概念。好，即摆来啊，那按照伊讲的神议论，上帝是善良的，是公义，是正义的，公平正义的。即摆人若拄着灾厄，拄着患难，安尼一定敢若剩两个可能性，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就是安那，你一定安那犯罪嘛，所以你会受到即款的灾难。神议论的想法，第二个咧，好，你讲你拢找无你犯什么罪，安尼嘛有另外一个可能，这个灾难就是要甲你安那，要甲你磨练的啦，吼，要互你安那较勇敢。所以我们现在有讲另外一种讲法，叫做什么？苦难是什么？上帝化妆安怎讲？就是化妆哦，化妆的。祝福，这个是神议论的概念，你若唔是吼，你一定是犯什么罪，所以你即摆遐尼凄惨，这就是迄约伯迄三个朋友的立场啦，迄三个朋友就是咧讲这啦，毋过咱知影哦，约伯记第一章我念互大家听，约伯记第一章一开始要介绍约伯这个人，圣经安怎写？伊讲吼，乌斯迄个所在吼，捌有一个人。名叫做约伯，注意听，迄个人啊呐，完全佮正直，敬畏上帝，离开遮个歹，就是讲这个人有犯罪无？无啊，这个人是个义人啊，圣经讲的，迄毋是我讲的。伊一开始要介绍，互你知影讲，这个人完全都无犯罪啦。因为若有犯罪，后壁的故事就讲袂落去啊啦。约伯记要互你知影讲，约伯伊受到这个灾厄、这个患难，毋是因为伊犯罪啦。他一开始就是要设定这个前提，互你知影。好的，所以伊要对付的就是神议论。你莫阁讲伊犯罪啊，结果。还是用了30章，才会朋友，要逼约伯承认伊家己犯罪。所以讲下这，咱敢知影是安怎上帝无爱甲约伯回答讲你是安怎会受到苦难？为什么上帝不回答？他都毋是讲过啊。上帝若讲安那，伊嘛听无。其实毋是啦，上帝啊，敢甲约伯讲，因为我甲迄个。撒旦打赌，所以你就受难了。大姐叫约伯抗议对无吼？无啦，这是叙事内面的表达，就是讲无法度，人无法度了解啦。吼，所以要去了解苦难的原因，是大家宗教拢想要去解答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为什么苦难发生在我身上？各位兄弟，咱会安尼问袂？会不会？咱若受苦的时阵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跑出来嘛。太是我。迄个世安长老有比我好吗？伊拢一昨好无代志，是安怎是我？为什么我受这么大的苦难？各位兄弟，会安尼问袂？会呀。所有的宗教都尝试拢要去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有人会讲这你前世人啊啦，你做得来的啦，是安怎？恁兜三个囝遐歹，你安怎？前世人欠的啦。这些话都是想干嘛？
去解说你即摆会去拄到这患难的原因，吼。啊，毋过，各位仔，要甲恁拍扑啊，给你们拍手鼓励一下，恁运气最好诶，你们运气非常好。咱的信用献给古传安尼回答，好，圣经拒绝回答苦难的原因，好，圣经的回答是讲，唔通去问迄个苦难的原因，爱甲你的目睭定伫迄个苦难的目的。哦，为什么会有苦难？不是你该问的问题，是这个苦难会递到什么款的情形？这是你爱去问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当有人问耶稣讲：“这个痴迷吼，是对生出来的痴迷啊，哦，不是后来受伤哦，是生出来的痴迷。所以伊有灾厄有患难对不？哦，安尼是谁犯罪啊？是伊家己犯罪，还是因爸母犯罪？知影伊咧问啥物货无？就是这犹太人认为讲哦，这人的痴迷是因为吼有犯罪啦。啊，毋过伊是生出来的痴迷的话，安尼到底是啥个犯罪？是爸母犯罪递到伊痴迷，还是伊家己犯罪？啊，伊家己犯罪要安怎犯罪？伊生出来的痴迷啊？耶稣要安怎回答？耶稣有开始甲伊教伊基因胚胎安尼有无？胚胎学、基因学讲吼，这个人吼，就是伫妈妈腹肚内面吼无乖啦吼，是毋是啦？毋是呢。耶稣安怎回答其实袂？要伫伊的心上安啦，显明上帝的恩光，是毋是？耶稣不是往前看，他往哪里？这个苦难会递到什么款？好，你若是比较灵敏，你会发现，安那的话吼，头前有讲的神议论的第二个有点像。神议论第二个讲安那？讲，第二个是什么？讲人若受到灾厄，第一项就是人一定是犯罪，才受到灾难，对无？啊，若无第二个情形是啥物？这个灾难是要磨练迄个拄到灾厄的人。这个只是一个可能性。各位兄弟，是安怎神议论会有问题？伊甲上帝的大能怎么样？限缩在你也当理解的范围内面，所以你会去解释说，这个人有苦难，表示伊有犯罪，安尼有通理解无？可以理解嘛？这个人有苦难，伊无犯罪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就是这个苦难要互伊安那，互伊磨练，互伊成熟，这会当理解袂？也是可以理解。毋过，这要甲你讲的就是，不只是两种原因啦。上帝的苦难，你若要算原因，算到尾你安那？你无法度了解，你不要去唔通去从原因来面对你的苦难。要怎么样面对苦难？其实约伯记有一个无讲的方法来面对苦难。当约伯上尾伊讲，我厌恶家己。要伫尘埃甲恢复内面欢会，约伯认为自己不对了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约伯本来这痛苦，一直甲上帝问是安怎？为什么？后来好了没？以后啊呗，其实他好啦，他已经脱离他的苦难啦，一出来为什么出来？耶和华上帝甲讲原因是无？好，安尼听清楚安尼了解所以你即马袂痛苦敢是安尼？毋是呢。所以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各位兄弟，这个是咱会当学习的。伫约伯伊的叙事内面，约伯发生什么代志？递到伊竟然会当对伊的苦难中流出来，他不再这么痛苦了。伊讲前。我耳孔听见你，但我目睭看见你，所以我家己厌恶。什么意思？
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约伯伊甲上帝啊呐，相拄，相拄。我看见你的面，伊甲上帝相拄了后，伊发现一件代志。这个上帝大甲呐，大甲我无法度通理解，我嘛毋免烦恼，我嘛毋免烦恼。当我的目睭定焦，我的目睭看伫上帝的顶面时阵，其实这一切痛苦对我来讲，拢无啥物意思，无意义去啊！我被上帝从那个痛苦里面怎么样拉出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无限的。我举一个例啦，吼，咱这兄弟少年的时阵，失恋，心有痛苦无？有无啦？有吼，失恋这痛苦，查甫人拢创啥？啊？你拢毋是安尼哦？客人张了，咱英国拢创啥去？搞一步，伊讲伊毋知吼。暗算啉酒，对无？啉酒安尼，啉落就袂痛苦嘛，是毋是？你拢毋知哦，啉的时阵做梦的时阵做欢喜的啊，会痛苦袂？袂痛苦啊，毋过来咧，来着听吼。所以酒有甲你救出来无？无呢，是甲你麻痹一下尔，是毋是？所以有功效哦，伊有法度，互你对痛苦内面安尼小可救一下，毋过嘛是安那转去，因为酒太有限了，伤过有限啦。他都讲查甫，哪查某咧？查某失恋咩啦？安咯，失恋咩啦？对，钟老师知影所以你的卡要小心查某失恋就去 shopping 对无？电影阁有做讲失恋查某人就安那食物件，去 shopping 去夜市食物件，会不会比较不痛苦？会哦，一时的。你若看到你的啥账单，你的账单呐，哇，更加痛苦去啊！所以有没有效？有啊，毋过甲你揪出来了，嘛个安那，搁转去啊，因为各位兄弟太有限，伤过有限啦。所以才有一个道理，就是咱人面对，咱人拄着患难、苦难、痛苦的时阵，其实会当揪出来哦。毋过你所去面对的迄个人事物，不可以伤过有限，要比较无限。譬如讲，这痛苦，家己沉浸在音乐里面，艺术、音乐有效无？我看你拢毋捌失恋过是无？很痛苦，然后沉浸在艺术、音乐内面，有效无啦？有效哦，比酒较有效吧？会不会？诗情会不会？玩诗情这个短曲没吼？哇，沉浸在音乐里面会不会比较有效？因为音乐伊的无限性安那较悬。有人这痛苦，伊颠倒煞去帮助别人，牺牲家己去帮助别人，伊拢对伊的痛苦安那，造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牺牲家己这件代志比较怎么样？无限性较悬。知影你讲啥无？若要讲无限性无限，你着要想到啥物货？想到啥？上帝嘛。所以当约伯甲上帝相拄，他面对的是一个无限的上帝，伊的这主人对伊本来的苦难安那，去互上帝救出来。伊就看无到，无阁看到家己受苦，家己的疼。各兄弟，我讲的这是约伯记无讲出来的答案，
没有讲的答案。有笔记有讲的答案，有讲的答案是在对付什么论？神议论。提起咱正人讲啥子？提起咱正行一件代志，唔通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唔通干那想要去问迄个原因，因为你有法度知迄个原因无？无法度，咱无法度。吼，咱只好甲咱的目睭定焦在，即摆我即款的情形，咱会当去做啥物货？这个会达到一个目的的。啊，至于搁啥子，你要对咱要安怎对咱的苦难中，去互上帝救出来？干那迄句话，